观众朋友，新年快乐！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的节目，我哋有几个达人带大家去到高铁旺旺啊，爱体会老派时尚。传统冇听错路系过时的哟，所以加添创意，喺新的时代，每位展现伊嘅意义。从应用嚟来，都系对平常时生活当中各项事物，会去注意，会想爱去了解。屏东也人口外流嘅洋葱，连续16年负成长。不过呢，虽然大环境安尼，还系有后生人归家乡。了太金凤一郎，伊系台北出世嘅，也按当年呢，想讲自家系行业，一路过上爱归去南埔，伊同朋友陈阿皮睇屏东内埔嘅落草，睇了对客家庄，伊能同客家创作歌手邱丽玲、阿玲熟识，认真差不多平台，理念过上唱，好多无奈唔识数嘅样诶。太金同阿玲过有观察力，心思过有，看到马嘅路时常会有贴拍嘅见解。今日呢，伊能落带大家去感受一下，又有老派传统，又有创新发力的亚洲素材，对老派时尚的角度来体验屏东客家庄。屏东湾南市旧村係一個改淳樸嘅客莊，保留嘅嗰度完整嘅火風，係一個愛天然、愛慳得、愛貼貼去老調嘅素材。Peggy 啊，新年快樂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大家恭喜啊！恭喜發財！睇下差唔多像傳到老人家同成人嘅夜市橋水，Peggy 殺所嘅火風有素殺嘅文物，可以依靠而一定上愛開嘅甜點咖啡湯。來到客家聚落工作的時候，我就發現女人真的很強，但是相對我會覺得蠻辛苦的，因為他們除了持家之外，然後還要工作，跟着老公工作，還要就是照顧小孩，然後還要就是家務的部分，所以我就很希望說，打造一個女性來這邊可以安心的休息，然後聊天，姐妹淘可以一起來這邊，然後隨便想講什麼都可以，然後可以長時間坐在這邊，然後可以放輕鬆，不會有太大壓力的地方。食嘅菜單Peggy咪一定用心，唔單止用喺嗰度菜田農田產品來做姜椒頭、檸檬派、也豆甜點，還貼片研發嘅客家嘅美食，來配合鄉親嘅口味。很多阿公阿嬷，然後他們因為早期因為在做社區事務的時候，他們就認識我，然後就會說，要幫年輕人支持一下，會來。最主要是說可以推廣一些社區的在地的食材，然後讓大家可以認識萬巒啊，認識四溝這個地方。用鮮炒好嘅炒肉，其實也豆用到烤箱度烤，炒肉披薩就做好嘅。從啲披薩嘅口味按用嚟調整。Peggy 咪不時請好姊妹阿玲共下來食來討論。我覺得這次的客家小腸炒比較辣口味比較重一點，沒有可能是那個蒜苗。這我炒的嗎？我炒的。對啊。可能蒜苗比較生一點，因為今天蒜苗味道比較重。哦，可能我加太多了。不會，這樣很好吃。Peggy 也無甜用係睇菜單好，用屏東客莊也係一定時行嘅農產口口啊。你今天有沒有覺得可可茶很不一樣？可可茶是有不一樣嗎？有啊，你喝喝看啊。今天有甜。對呀，因為之前就是可可，我覺得就是需要一點甜味，可以帶那個它的層次感會比較多一點。一點點甜真的比較好喝。真的哈。因為之前我覺得如果沒有甜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喝起來沒有什麼味道。應該說它只有酸酸的，或者它很平淡。對。點烘嘅空間不敗，
就可以留喺太监自家种嘅，一本老东西就会成生命。风酒上变做别行变东西嘅开业，就会调工嘅当出几排变别嘅价位，按本人想唔到嘅空间，乃就有故事。如用几道用书做出来的东西，譬如讲俺的家具啊，俺的摆饰啊，有时间妹不是花很多钱啊。如妹不是去都市添购东西，其实去填 Q 的，他们有去树林随便摘一些树枝啊，或是摘一些果子，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花圈装饰，就是俺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有情趣，就是变得很丰富。嗰種嗰咁差一定睇下經營這個空間啊，日本一個地方帶來嗰度新嘅東西，譬如講我嗰度後生人，我入來也貨房嘅，可能因為一個地方唔好幾好錢，嗰種有我看嘅看到阿冇路每一下人看到停嚟，我感覺到一個地方有新的活力，係嗰冇窮樣。阿爸，恭喜哦！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！哎呦，係啊，係。嚟啊！天房歸下播，唔會啦，只係歸到咗啊！唔係，爭茶本來都話你要要嚇。咁就歸份氣啊！我廠鋪都衰唔到落。我有件排氣幹啊！太监從阿里來拜訪嘅一個老師傅，70歲嘅，係一定會長28位師傅。南浦地區搞28老茶嘅人，差唔多無人唔認識總權貴。我當時吞吞笑笑都差唔多一下新人有嘅啦，你啦。我最骨重邊一吧，都漲到幾高啊！阿爸有頭茶，佢厲害，1萬元嘅茶啊！一壺茶都人種堅強，意大利人種堅強。哎呀，而家掉啊嗬，都唔好事啊！都外國人一定唔好事，還有人掉落去嘅，全部都錢呢，係嘛？全部一個模式，一隻東西嚟一出廠嘅時間，一隻模式啊，有冇全部冇？它原廠係很簡單。一台鐵台嘅冷面塔，茶主係台東人。老師傅講，全台灣各地都有考教老茶嘅演員，韓國引來印度嘅後生嘅，就考一種老嘅28。老茶又嗬，微小啊，簡單耐用啊。你假使講一茶，假使講係唔好咯，因為講起咗境界咯，你啊，做到淘汰啊，你話你早就淘汰了，淘汰啊，你嘛，而可以起咗境界咯，差唔多，而本身有安尼一個人客嘅一個結構啊，佢好，嗰就講後生嘅一定可以辦，安尼啊，要唔會變壞啊，咁嘛，要教老茶，一定再先摸嘢出去，拉風啊，安尼啊。個男嘅個很多啊！老師傅點出一台藝術創嘅茶杯，太監一定上愛吃看到其老茶杯嘅感覺。阿爸有茶啊，用嘅發通用嘅。發通我同講，一個梳頭啊，咩一隻鐵，一個板個出嚟啊，咁啊，裝係一個差不多，滾咗天熱菜。好，你用電法也可以，安尼電嘛。也控縮個，也喺假使講喺冇控縮茶會借回啦。哦，有離合器。離合器咩？我電嘛，用電得啦嚇。咩？好，安尼發就得嘛嚇。太監期待比自家太爺記50歲嘅老茶杯，其他路好一定享受。伊講老茶杯，我期望很簡單，唔過一定叫啊，咁所以到老茶杯上人嘅素材。我最喜歡安尼全部攏係機械，就是全部都係機械式摩天樓嘅茶嘅，以浸水啊，還是風吹雨打都唔會發嘅，如係。無所謂，佢很喜歡安尼老茶嘅老嘅奧多拜。大姐，嘿，另外一間咖啡店頭擺嘅係擬人的物件嘛？擬人的物件，擬人變做咖啡店。對。哦。議員，議員的房子。議員的房子。嗯。啊，現在這間店叫做風明園。還有咖啡，安尼講，很多。風明園。哦。啊，頭家用一個做店名。哦。嗯，我哋入嚟看咯。好。小姐，您的也叫雪菲日晒。謝謝。
好，小心烫，请慢用。来，先生您的，这是耶加雪菲水洗，小心烫。昨天亚东80年卡加为老屋嘅，係屏東縣第一個演藝員整群發為老屋嘅，一定好老屋嘅嘢嘅爭論，所以老屋嘅屯標題嘅房嘅老屋嘅變作為咖啡堂。把这个房子分享给更多的人，有2种人，一个是老一辈的人，他们每天经过这里，他们从来没有进来过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议员的家，一个大户的人家，他们只能在墙路边远远的看里面。所以一个爸妹跟我说，他现在70几岁了，他从来没有进来过，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有一点意义。年轻人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祖辈那个时代是怎么样子生活的。那这个客家村还有风鸣园里面有一些东西，能够还跟上一代联系得上。大户人家對外開放，本農擺搶做地田老輩冇眼冇眼嘅鄉親，總算做得落去。佢頭家還堅持唔破壞建築，還細慢嘅恢復佢本身嘅樣嘅。頭家就帶人阿玲去創佢最後嘅一個素材。这一间是我特别喜歡的一個地方。哇，做下，哎，落做下，這個做頭哈，你看嘅。做頭。因為這個哇，安太棒了。有個地瓜葉。哦，做本煮嘅是的。煮嘅是嘅，我說安太棒。嘿，錯。啊，這個做頭嘅感覺啊，我咪當係阿婆。係啊，阿婆頭髮都用安尼做頭。哦。啊，老碗，下公碗，下公碗。以前，經濟條件不像現在這麼好，所以大家不是常吃到海產的，所以他們怎麼辦呢？他們在挖個呀地貝，畫一隻蝦，是黑的都哦，下公。啊，原來是這樣。在牛酒桶嘅60美元哈，60，送100。佢頭家一定好扣嘅東西，一條收藏品未變作為老屋嘅嘢布擺，強強一定好老東西嘅體驗，當然唔會變過機會。老闆帶我哋參觀啊，也空間咪用嘅古玩好冇？可以啊。哦，我有幾多冇強用嘅西洋式的古董哈，收集古董幾久未？年輕嗰時間都開始。然後我頭都有注意到一個非常漂亮的日本娃娃。是的，這個娃娃真的特別漂亮，它是我媽媽送給我的。那我媽媽今年91歲，可是這個是我的外公送給我媽媽的，所以這尊日本的娃娃它已經超過100歲了。然後前2天有日本的客人來喝咖啡的時候，看到它非常的驚訝，因為現在日本已經找不到這個娃娃了。聽伊講整理一隻個地方嘅故事，我感覺到佢感謝有安尼安用心嘅人，有對安尼老屋嘅老東西有伊嘅感情嚟嘅，感覺到出來伊親愛安尼一個地方，對，可以感覺得出他的那個熱情，所以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棒。像竹田啊，它是一個比較落寞的地方，像老闆就花這麼多的心力，想要把我哋竹田呢密西啊，把它封鎖在這個房子裡面，然後又用自己的一些美感啊，把它提升。哦，像一個屋嘅本身呢大戶人家的，常民沒有辦法接觸，那他用一個開闊的心啊，把它打開來，讓常民啊都可以了解講，我哋竹田以前有安鬧的房子，然後也有這麼棒的一個藝文的場所，還有喝咖啡的環境，我覺得對地方和對客家莊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跟開闊的心胸，我覺得很值得學習。
乡下叔叔的平常时的用的，因为后生嘅创意团发力，嗰项开始变到游戏牌冇强用，所以唔肯用心去看，去品方面日常生活，如果係最闹嘅风景。